那很精致，很美。欢迎大家走进来绕一圈哈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里面还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舍利子，这是难得一见的蒙古包哈，宫廷式的蒙古包。如果不想脱鞋子的话，可以穿上我们的鞋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里面还可以拍照做留念。好。